我覺得陶笛對我嚟講，佢嘅角色係一個朋友，或者可能甚至去到親人嘅地步。因為我覺得對我嚟講係無法取替嘅。我覺得長跑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嘅挑戰啦。咁透過每一次嘅比賽獲勝，突破自己嘅成績，咁都令我更加明確咁揾到一個自信。足球對我嚟講嘅意義就係令到我識咗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，我哋喺球場上面向住同一個目標一齊前進。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好熱血嘅，所以足球對我嚟講都好大意義。我覺得喺長跑嘅道路上啦，最大個障礙係孤獨啊，因為唔多人玩長跑呢個運動，所以喺練習嘅時候難免都會覺得有啲孤獨咯。我每個禮拜平均大概花9至10個鐘頭跑步啦，咁大概每個禮拜都會跑最少90公里。喺獲得獎學金之前，其實都勉強可以 afford 到啲費用嘅，但係一個好勉強嘅情況下咯。嗰陣時返學咧，我會去買小食部最平嗰啲餐咯，而慳翻10幾蚊咁積埋就去攞去搭車練習咯。雖然獎學金唔係好多啦，但係喺我生活上其實都已經為我改善咗好多經濟上嘅嗰方面㗎啦。我覺得獎學金對我最大嘅意義，除咗係一筆錢之外啦，咁其實對於一啲玩比較罕有樂器嘅人嘅一種肯定咯。因為基本上即係玩開一啲罕有樂器嘅一啲人，其實係好少一啲嘅比賽或者一啲去其他地方交流嘅機會咯。咁其實嗰筆錢我就而家9月份就開始讀音樂創作及舞台表演技巧嘅一個課程嘅。我最想 achieve 到嘅目標就係令到陶笛喺香港可以普及啦。咁同時間我都想成為世界各地一個出名嘅陶笛演奏家。我覺得偏冷門嘅樂器其實係需要被認識嘅，所以獎學金令到我更加有信心，覺得我自己有能力係去推廣陶笛呢一種冷門嘅樂器。雖然喺社會對於女足嘅資源唔係好多啦，但係喺得到呢個獎學金之後，我都發現原來有人都會關注女足啦，亦都對於我嘅實力有一個肯定。屋企人其實就一開頭就好普通咁講咗句鼓勵唔到我咁樣，但係其實我知佢哋內心都係好開心啦，因為畢竟都係對我嚟講嘅一個肯定。朋友就第一下佢哋嘅反應就係請食飯啦咁樣，即係呢啲都係好普通朋友之間開玩笑咁樣，但係其實佢哋都好支持我踢波嘅。喺攞到呢個獎學金之後啦，其實我就希望可以幫多啲都係一啲低收入家庭嘅人，令到佢哋都中意呢一項運動，因為我想俾多啲機會呢一類人士接觸運動啦。因為畢竟自己都係其實呢個獎學金就係向住呢個理念發展，所以我都希望人哋幫過我，我都可以幫翻人。